聖經古仔，咁你每一次過復活節嘅時候，你有啲咩感受啊？呢首神我屬你咧係同神嘅救恩啦，同我哋互相一齊經歷嘅嘢有關嘅，我哋試下唱一次。
認自己係一個基督徒，或者你係由細到大咧，你會返教會，亦都成日都俾啲組長、俾啲導師邀請你去做好多服侍、做好多嘢。你會唔會有一日都會覺得點解要做咁多啊？會唔會覺得做基督徒好難啊？有好多掙扎。會唔想返教會，會唔想認識你嘅主。我相信呢啲答案咧，你可以擺喺個心裏度自己講，唔使開聲。多謝你嘅回答。咁咧喺服侍嘅時候咧，導師我好中意叫你幫手去帶氣啊、帶下敬拜啊，或者關心下啲組員啊，喺小組裏面帶下人哋去分享啊，答多啲問題啊。咁呢啲嘢會唔會你原本一開始其實好熱心啦？你覺得我做基督徒，我跟隨耶穌，我就係要去服侍。咁會唔會有一日你都會覺得好攰嘅，好似嗰陣唞下，唔係好有熱心，開始唔係好想再參與，冇晒 feel 啦，都會想逃避一下。呢首詩歌咧，佢嘅主角咧係彼得啦，係耶穌嘅門徒西門彼得。咁咧，佢係喺加利利嘅海邊被耶穌去呼召成為門徒。佢一路咧都係好熱心咁去跟隨耶穌，去見證住耶穌好多嘅神蹟。佢甚至乎係當耶穌去問門徒啊，佢係邊個？即係你們説我是誰嘅時候。彼得佢係第一個去回答耶穌話：耶穌你係永生神嘅兒子。喺馬太福音16章18至19節嗰度，耶穌都有回答彼得，佢話：我還告訴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，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。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，在地上也要捆綁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釋放。哇，好多祝福啊，好多權柄，你睇得出耶穌當刻係好重視佢，亦都知道耶穌係好親近呢個門徒。咁但係咧，當耶穌佢被賣嘅時候，彼得佢係3次唔認主，佢唔承認自己認識耶穌，跟咗咁耐佢都係最後都係好驚，佢都係話我唔識呢個耶穌，佢同我冇關係。咁當然佢都好失落啦。喺耶穌死咗之後咧，彼得就好沮喪，佢就翻返去做漁夫。咁但係3日之後，我哋都知道耶穌會復活㗎嘛。當耶穌復活之後咧，耶穌再次親自嘅嚟到加利利嘅海邊，佢係為彼得去準備早餐。耶穌都冇責備彼得，佢係3次咁被問彼得話：約翰的兒子西門，你愛我嗎？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？彼得嘅回答係：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穌嘅回答就係：你牧養我的羊。聽完呢啲故事之後，今日同樣嘅問題，我都相信你哋都有思考過，或者冇人問過你嘅時候，今日透過呢首詩歌，你都可以一齊去思考下呢個問題。
都會軟弱。就你都每一次都好多環境都會鼓舞我哋。其實我哋知道你會鼓舞我哋，你會安慰我哋。其實當我哋每一次嘅錯誤，之後神係會引導我哋去寬恕我哋所有嘅拒絕，會帶我哋出翻離開呢個掙扎嘅重生，咁接受神嘅教導，帶領我哋翻返去初初嘅嗰種愛慕神嘅心，對神嘅嗰種熱情。我都繼續去上嘅你，每一日都仲係同神一齊咁樣去陪咗你，用你嘅愛去包容我哋，讓我哋喺面對複雜嘅對象嘅時候，都可以用神你俾我哋嘅能力去愛佢哋。求神亦每日都係加添我哋力量，加添我哋屬靈嘅生命，可以結出果子，可以帶身邊嘅人，同我哋有同樣嘅感覺，一齊去服侍。我哋再嚟一齊唱第二節啦。你飲到，你
感謝上你，竟然去捨棄你嘅生命去救我哋呢班罪人，亦都知道